到外文系，大家会想到什么语言呢？英语。看他英语呢？日语、德语、韩文，哇！西班牙语，哇！你看，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法语、西语、德语，不过呢，就是无人讲到台语。那安尼，为什么我这个读外文的人呢，今仔下而且想要来用台语来练习演讲呢？是因为讲呢，英语无重要，还是讲呢，台语已经是外语啊？认为第一个英语无重要，请举手。台语已经是外语啊，请举手。哦，大家拢甲我有同款的想法。不过呢，英语敢有重要？重要喏，当然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伫大学毕业的时阵呢，大学要选科系的时阵，我就选外文系。来外文系呢，才知影讲哦，外文系有4好。什么4好呢？英语会较好，而且佫会当学到另外一个外语，佫会当熟悉了解其他的外国的文学作品甲文化。啊，第4好是啥呢？好酒沉甕底，来做伙念语言学 ，the study of languages。哇，什么会是语言学呢？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咁知影讲咱全世界语言呢有偌济种？5、6千种、3、4千种、1、2千种，还是600外种？感觉5、6千种的，请举手；3、4千种的，1、2千种的，600种的，大家讲了拢对。为什么会呢？因为呢，目前有5、6千种语言，不过呢，其中呢有3、4千种呢已经强要翘去啊，所以呢。100当后呢，会剩偌济600外种尔。咱台湾敢有这种问题？有，咱有这种问题。吼，咱台湾呢，客语、台语，个什么原住民的语言，加起来拢总有10几种。毋过呢，敢若一个是活跳跳的，什么话？华语、国语。吼，所以咱有足侪少年人呢，台语已经袂晓讲啊，台语对伊来讲已经是外语啊。好，到底语言学家呢，因是咧做啥？因咧工课呢，就是要找出这5、6千种语言因共同的理路，吼。个另外呢，就是每一种语言伊特殊的所在，共同的理路。比如讲呢，全世界5、6千种语言呢，足神奇的。每一种语言一定拢有3个母音，这3种母音来做伙念啊、伊、有。咱过来想看卖，台语甲英语有啥物共款的理路？因拢有入声。讲到台语，就爱想到入声。毋过，足少人知影讲，其实英语嘛有入声。比如讲呢，咱来看即句话，来做伙念 ：The hockey player is a lucky guy。我问恁哦，英语的 hockey player 听起来像台语的倒一句话 ？hockey 啦，对毋对？lucky 像啥 ？lucky 啦，对，这就是入声。英语甲台语拢有。英语甲台语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呢？咱来看这张图。若要表达顶管这个意思呢，英语有2种讲法。大家来想看卖，倒一种呢是你感觉定定听到的？好，来第一种念一下。When you cough, cover your mouth。第二种 ，cover your mouth when you cough。感觉第一种较常常听到的，请举手。第二种诶，较侪人，所以我讲嘛，恁的英语已经拢真好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比台语较好啊，无毋对。讲英语的人呢，较介意第二种的讲法。若讲台语的人呢，来咱做看卖，讲看卖啊，第3句。你扫的时阵，你嘴爱掩起来。你嘴。好，这2句，第3、第4呢，讲台语的人呢，倒一句因较常常讲。第3无问题，就是第3。好，即马咱过来想看卖哦。你扫的时阵，你嘴爱掩起来。倒一句话，倒一种式是重点。嘴爱掩起来，重点就是嘴爱掩起来。
也就是讲咧，讲英语的人，伊重点爱放伫倒呀，放伫头前。啊，毋过咧，咱讲中文、讲台语的人咧，重点爱放伫后壁。吼，所以咧，语言学家咧，甲咱讲咧，英语咧，这种语言就叫做 head initial， 紧事紧办，重点爱放伫头前。啊，台语呢，这种吼，好酒沉暗地，叫做紧事慢缓办，叫做 head final。唉，这就是语言学，遮尔啊熟悉，遮尔啊趣味。所以呢，我大学毕业的时阵，我就决定我要去美国读语言学的博士。啊，毋过呢，第25当前，一个查囡仔人要去到美国读册，做爸母的敢会烦恼？会哦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伊无机会读册，毋捌字，所以伊就问我讲：啊，你是要读啥货？才会得走去到美国啦？大家，我要去美国读啥物货？你要安怎对一个无机会读册、毋捌字的人解释讲，啥物货叫做语言学咧？阮妈妈这个问题呢，我讲袂出来，我顿定真久。所以呢，毋过我知影我的妈妈呢，伊就是敢若知影台语，而且呢，伊知影读册足重要，所以我就规去甲我妈妈讲呢，我要去美国读台语啦。啊，我的妈妈安怎讲呢？你要学台语，你较早去到美国啦，我甲你教就好啦，无采钱，吼，无采钱。我妈妈即句话呢，搁互我心内呢顿地真久。有一摆，我带我妈妈呢去看医生，医生真好，伊呢用台语甲我妈妈问甲非常的详细。啊，毋过呢，尾啊，伊要开始解说的时阵呢，伊就开始用华语来对我讲：“你妈妈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所谓的姿势性低血压。”医生用台语用华语甲我讲甲遮尔啊详细，我自然嘛用华语甲伊对答。遮尔啊自然的一件代志，因为我妈妈一句话，我心内又搁开始顿地啊。我妈妈讲啥呢？恁咧讲啥我拢听无啦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会安尼？这是咱这代少年袂晓讲台语的人的问题，还是讲这袂晓讲华语的老人的问题，还是讲呢，咱台湾这个社会出问题啊咧？倒一种。拢有，毋过呢，语言学家甲咱讲呢，现出世的5、6千种语言呢，100当后剩几种？600外个，所以表示讲呢，这个问题毋若是老人、少年人的问题，台湾人的问题，这是啥物货？全世界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咧思考讲呢，为什么？我有法度用英语吸取遐侪知识，有法度用英语来表达我家己。毋过我煞无法度用台语来表达我家己，所以我就决定讲，我要将我的台语捡回来。当然呢，即摆我已经甲25当前的我无共款啦，因为呢，今仔日我会当徛伫遮，甲你介绍讲用台语介绍讲，啥物货叫做语言学。这就是我想要互恁了解的我。感谢大家。